金星進入水瓶座，奪情回感主導權，斷棄關係的枷鎖。星象靜止了一段時間，終於由金星的換位劃破夜幕的靜局。金星在今天轉入象徵自主的水瓶座，同時亦逼近冥王星，指引着我們在互相糾纏或令人窒息的關係中得以解放，重獲自主與自由。每當金星與冥王星的組合登場，我們難免需要經歷一些糾纏不休的拉扯。這段時期，我們可能在戀愛、職場人事、家庭關係上，經歷着一些猜疑與鬥爭，陷入一些難捨難離的膠着狀態。縱使想要乾脆地解決問題，卻又因為種種的情意結，落入互相操控、角力鬥爭的戲碼，或是因過去累積的恩恩怨怨而難以了斷。冥王星涉及的人事物通常會令人留下深刻至極的體會，正因為有印證過、感受過，也有期望過、失望過，更有愛過、有恨過，才令人不是說放就放，不可說走就走。但當金星進入水瓶座，我們的自主意志會強烈地冒出，我們漸漸領略到自己或對方的過度投放，令你快要喘不過氣來。金星與冥王星會合在自主的水瓶座，是一個很好的時機，讓我們為去擺脫情感的勒索，斷捨離有毒的關係或狀態。與此同時，我們必須明白到，真正要斷離的並不是某人或某事，而是跟那個長期給藉口去留下來的自己。只有我們下意識在情感的家解放自我，才能夠奪回生命與情感的主導權，活出自我與自由。